关注伊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永远踮伫咱的心内，踮伫咱的生命中间。要记即条诗歌即条诗歌的作者有一日伊坐客人车，客人车的司机拄好咧放迄个双人枕头，就听双人枕头听到尾仔就变出若是有你伫我生命中，迄歌词的旋律足共。你等下去听看卖即两条歌伊的旋律非常好。若是有注伫咱的生命，咱做咧三角，用即条歌来平白咱的心。
的外面，三日对自然中科学，这温情遮大，遮尔大，就由咱一生来回应上帝。主嘛，伫咱生命甲咱同在，甲咱做伙相共，互咱无任何行行，咱人心来祈祷，甲人主，若有主你的性命，正做阮的性命，阮就永远过行行。虽然拄着真大的风险，无论伫阮的生活中，伫阮的经济上，还是伫阮的学业、事业顶面，无论什么种的风险，有主你的同在，互阮会当靠主你来得胜。有主你甲阮同在，互阮无忧愁，互阮行伫主你的正路，无偏差。愿主你甲阮相同行，愿主你用你的性命来改换阮的生命。愿献上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I love you, adore you, I bow down before. 搁一届提醒咱兄弟你手机拿落关震动请咱会记哩关。咱来唱回情诗，圣诗第405首。我
着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，伊就要高升恁，亲近上帝，伊就亲近恁。做来吟圣诗273首，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温柔比勒多前来受苦，定是历史哀悼落阳父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他坐全能的父上帝大边，你要对遐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圣父的教会，圣道的上帝，罪的赦免，众的高啊，永远的hòa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做来启应，启应文提告。启应文提告。有显着，我来启，请兄弟来。因为无通指责。一声，即款人真无福气，听趁上主的教示。一声，即款人真无福气，少年人就要怎生活纯洁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。我将你的话放伫心内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我的心悲伤到要喙齿。
求你，互我行，求你，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。求你，互我袂意爱虚假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线到永远。咱做下头来祈祷。阮的天父，阮学到你，阮看见你创造宇宙万物，互伊照时运转，互其中的万物各照其类生长生hoạt。嘛感谢你创造阮人类来管理这个世界。时速已经进入秋天，当阮看见四季轮替，日出日落，一年过了搁一年，一代过了搁一代，阮有时真正会有感触。阮一生的劳苦打拼，到底有甚物利益？对个人来讲，有人一生平顺，对细汉甲老无烦无恼；有人一世人劳苦陪同同，人生充满困苦。对国家民族来看，有的受祝福，平安富裕，人民安居乐业；有的好亲像受咒诅，战乱饥荒有长伫因的中间，人民流离失所，生活困顿。主啊，阮真正毋知为虾米会安尼。用人的眼光，阮会去分析、去统计、去了解造成这个分别的原因。总是阮知，万项事拢有主你的安排，因为这个世界是主你的掌权。这将近一年来，阮看见美国总统川普用关税做武器，要求世界各国配合伊，要搁互美国强盛的这个民望。这个月初，中国大阅兵邀请俄罗斯的图丁甲北韩的金正日，听伊讲，因私底下伫讨论的是安怎用换器官，互人会当活到150岁。伫国内，因为原市分袂平，大家为着即个分配款伫争论，拢是望家己会当分到较济钱。主啊，阮实在爱求你赦免。当阮看见历史上埃及、亚述、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，这个强国一代一代咧轮替的时，阮在掌权的拢是主要法，人真正是袂咬伫。当阮地上这个执政的、掌权的所想所做的，拢是为着家己的权力，也是利益，也是货收的时，却毋知主要看你的旨意甲安排。你什么时要兴起，也是要消灭各一个国家？你什么时会收回因的性命？这个拢毋是阮所会搞的。主啊，求你教示阮，互阮不止打拼伫阮日常的生活，搁较会注意信仰的追求，甲福音的传扬。因为阮知，阮若用你的教示，互听甲公义实践伫阮的社会甲国家。
就你的祝福、你的祝福，永远会伫阮的中间。感谢主，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献诗圣歌队，伊要吟的诗是万人无老耶稣之名。咱今日圣经有两位，咱先来看第一位，是传道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。现代台语的本是1269页。老兄咧做要显吼，咱1269页。
传道书第1章第1节到14节，到11节吼。好，听着我来读。伫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囝传道者的话，我传道者讲，空虚的空虚，空虚的空虚，一切拢是空虚。人一切的劳苦拍拼，就是伫日光下面的落落有甚物利益？一代过了，搁一代，毋过咧照常存在。即出日落，紧紧倒转去出来的所在。风往南吹，搁倒转往北，无停转息，搁驶转去原来的所在。江河拢流入海，毋过海嘛袂远。江河流到倒位，搁流转去原来的所在。这代志，互人念，搁为讲嘛讲袂了，看嘛看袂饱。听嘛听袂完，以前已经有诶，将来会阁有；以前已经做诶，将来会阁做。日光诶下面无新诶代志，也无新啥物事人会当讲，你看这是新诶。伫咱以前诶世代早就有啦，已經過去的世代無人會記哩，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嘛袂記哩。第二位是新約，約翰福音第4章14節，新約209面，約翰福音第4章14節。毋过，啉我所要予伊的水的，袂阁喙干，因为我要予伊的水伫伊的内面会成做水泉，一直沁出活水，予伊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下面讲到，但牧师今仔日讲到题目是空虚，也是满足。平安在平安，咱咱先来祈祷。礼拜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从这个所在幸福，互阮诚侪教会业，互阮有地皮建筑物，互阮嘛记得经历伫遮热闹信仰，互阮尊敬的心来侍奉主。因为阮诚侪做你的囝儿来欢喜快乐，愿主你诚做阮四周的品牌。祝你是阮的荣耀，祝你拢一直甲阮十甲同在，陪伴阮，伫阮的生命中间，诚做阮的救主，诚做阮生命的主宰。祝我们陪到你，献上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到底你是空虚还是满足？你旧约内面大卫的后生，大卫的囝所罗门。来继承伊，诚做以色列的王。伊嘛诚做一个智慧的人，来写出传道书。都是伫传道书一开始，甲咱讲空虚的空虚，咱的台语讲空虚啦，外语叫做虚空。到底是空虚还是虚空？到底是虚空还是空虚？安尼听起来两个字拢相反，只不过是倒边来看物件。但是咱先去看所罗门王一生，伊有名声、有权力、地位、有智慧、有财宝、有荣耀、有遮个荣华，甚至伊的名声嘛非常的响亮，特别是4巴的女王来调见伊。咱看着安尼，遮个世上的人，伊较无所得到的，所罗门王伊拢有。但是智慧的王所罗门，伊讲空虚的虚空，空虚的虚空。伊上帝帮助咱到底咱的生命，到底是有偌济较幸的满？智慧的王所罗门甲咱讲，无法度幸甲满。所以空虚的空虚，一切拢是空虚的。
哦，对于第一章第2节就甲咱讲，所以咱即个生命，即句经章嘛，诚做咱生命最后的总结论，就是讲，咱空空来到世间，嘛将会空空转去。咱生不带来，死嘛无带去。我们生不带来，死也不带去。就是讲，咱一生伫即个世间，无论你的名声有偌大，最后拢嘛是爱空空转到天的祖家。所以传道书的作者用江河甲海来形容人的欲望。到底即个江河甲海敢会甲有法度来填满？第1章第7节就甲咱讲啥？江河拢流入海，毋久拢袂满。江河流到倒位，最后就转去原来的所在。江河也是河也是溪，遮个流水一年四季365天，没有间断，无隔断安尼一直流到大海，是大海嘛袂满出。为甚物？因为上帝已经制造气候和天气，咱知影这水挥发就称做水蒸气，水蒸气到伫天顶就变做云。咱若坐飞机，咱会看到讲，伫飞机下面顶面遮个云，其实拢是一个水汽拢是一个水汽。那遮个水汽接触了，又搁落雨来降落土地，降落即个大海，最后又回到地球表面。所以安尼循环，有即个海无法度填满。所以即个江河、甲海、甲河，咱亲像人的欲望，咱想要填满即个大海，但是填袂满。传道书的作者，敢若是看到人生人的欲望无法度来填满。所以愿主帮助咱到底人生有偌大的欲望，但是这只不过是暂时。但是咱因为要满足欲望所带来的痛苦，我会记得大家开始有即个信用卡普遍的时，真侪人即个路卡拢有要付钱，哇！最后真侪人变做卡奴、卡债，后来银行才不断来改革要安怎有这信用卡有一个额度，袂当讲一直刷都不用钱。我会记得足侪人特别是你当时刚出社会的少年人，知影要享受，但是毋知影要安怎拍，所以真侪人欠几啊10万的种信用卡的即个制度，后来咱的金融才改革。所以咱想看卖什么人一直感觉讲我比一切搁较大，要将这个物件甲放伫咱的心内，放伫咱的生活的中间。其实咱想看卖咱人已经进入即个社会，已经进入即个资本化的社会，咱每一日爱接受偌济，遮会伫咱生活顶面，遮个消息啦，讯息啦，消息，一张的图片嘛是一个消息。所以当手机不断咧有新的机种出来时，最近佫有新的手机要发表，就人开始咧准备咧摆。嘛有人讲我即个手机几年前买，虽然还佫会用的，我要用新的，就安那用二手的价钱来卖手机的商店。所以有人买新的，有人买二手。但是手机即个资讯不断会出新的物件，也是咱的资讯不断的变换。其实人嘛是讲，我会爬对着即个时代，有可能有几年后，你手中即支手机，伊嘛爱对着即个时代来变做6G、7G 到8G。咱想看卖5G 毋是干那咱社会咱这生活的尽头，以后还佫有新的物件。所以无论咱的欲望偌大，咱拢无法度完成。因为这是对着时代不断会改换、会变新。咱想看卖无论咱的欲望偌大，咱拢无法度得到满足。俗人甲俗物甲俗世的代志，这是无共款的赞助。
这汤亨比是一个历史学家，伊讲，若将所有历史拍开，只有属于顶面的代志来听。因为遮属面的物件无法度满足咱，只有属灵的物件、灵性的物件，才会当来满足咱。灵性的物件甲即个灵性的代志，属灵的代志甲属骨的代志是无共款赞助。有一个有一个理论，就是讲咱人为着生活咧拍拼，迄是上界基本。但是咱人追求心灵，就比追求物质的满足更较来得较悬。所以，若有稳定的生活，人才会追求即个心灵的赞助。所以，人伫这社会一直咧进步，就是讲咱人会当满足物质了后，人的基本的需要，就是你今仔日食饱无？咱台湾人见面讲，你食饱未？就是以前仔的社会，咱讲要食一顿饭非常的辛苦，当食饱了后，你的肉体饱足了，才有法度去追求即个心灵部分。所以人开始有即个音乐，有即个艺术，就是因为人对人的物质生活已经饱足了，才法度去追求即个心灵的赞助。所以内心的满足，内心若满足，一切都满足。所以人一生渴望渴望会当满足。咱想看觅耶稣伫个井边对着即个像即个撒玛利亚，即个妇人人，即个妇人人，伊要得到迄个永远的渴望，但是耶稣互伊的是啥？永远袂喙焦，永远袂去焦的水泉。即个永远袂去焦的水泉是啥？是咱的性命，是咱的性命，迄得到迄个活泉，迄得到永远袂孤单的活泉。安尼，即个妇人人得到即个袂孤单的活泉，伊就饱足，伊就满足。所以我上帝帮助咱是亲像即个妇人人咧敲出迄个永远袂焦的水泉。但是永远袂焦的水泉到底是毋对？耶稣讲伊本身就是。所以伫约翰福音第4章14节讲安怎？不过你我所互伊的水会安那袂阁喙焦，因为我要互伊的水伊的内面安那正做水泉。所以耶稣你咧唱水，即个井有即日嘛有可能会无来，但是我要互你的水泉是永远袂阁袂孤单的水泉。一直冲出来，正做活水，互你的生命得到永远的活力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基督耶稣的内面，互咱伫信主的内面，咱即个要得到物质的欲望，这不过是上界基本的，要较需要是伫咱生命灵性的饱足。智慧的人已经甲咱讲，对读著书、智慧者所罗门甲咱讲，全世界的江河溪水，就算讲拢流入去大海，即个大海嘛无法度满出。所以咱想看觅，如果咱若感觉讲我比即个物质搁较大，就算讲你有车，你有厝，你有金仔角，你有某，你有囝，安那五子登好了，咱嘛是无法度过满足的日子。所以人必须要来到上帝，用主的恩惠来填满咱的人生。伊要来讲平安，这平安有和平，有平安的意思。但是另外有一个意思，更较完整、圆满，佫有满足的意思。所以当咱咧讲请咱平安讲沙龙，就是指咱甲上帝、咱甲人的关系。所以咱先来进入到上帝完整，就是讲咱当犹太人讲沙龙。平安，毋是干那讲平安，而讲我今日按事平安是讲你伫上帝内面你有完整。故事顶讲，主啊，你到你坐伫我的心灵的内面，主啊，你爱坐伫我心灵的内面，无我就无法度完整。故事顶讲，这主伫咱的心内，伊才有法度完整。伊嘛用即句话甲咱讲。就是主坐伫我心灵上界亲的所在，无我无法度满足。
所以上帝必须要伫人的肉体的心中来掌管，无咱人无法度完全。二古时代甲讲一句话讲，上帝伫人的心上就做伊会当满足的空间。所以伫咱的心内拢有上帝，伊会当满足、会当填满的空间。咱人是用创世记来讲，咱人是上帝的形象。所以每一个人伫咱的心内，伫咱的心中的位置，拢有上帝的位啊。但是有创世记来讲，咱有上帝的形象，所以咱的心中有一个位，就是上帝的位。所以人的心若感觉空虚，这主敢若无伫咱的内面，所以人会感觉空虚。人敢若空虚，那亲像失去上帝。要用足侪物件来填满，但是咱想看觅啊，只有上帝才会填满迄个位置。这个小龙甲咱讲啥？就是你有完足，你有完整，你有圆满无？你甲人甲上帝的关系，迄种的圆满。所以当咱咧讲小龙，就是讲咱甲上帝即个关系真好，住伫咱的心中，即个位置已经填满。人受感觉的成分，咱人拢有感受着，感受着。咱用感性去发展理性，无可能理性变做感性，但是理性甲感性变做灵性，灵性。咱昨伫水头三庄咱所有的同工，有咱的主题，其中一个主题叫做圣性。圣性嘛，互咱会当真做有敏感度的人，就是有迄个灵性。那即种天线去收到信号共款，啊是你的天线拢无信号，主拢无甲我感动，也无甲我启示。所以人，你若是咧注重伫这物质的顶面，安尼你想看觅啊，你就无法度超越。所以人爱超越有迄个灵性。所以圣性是真好，真好，伫咱生命中，就是主耶稣用本身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所以虽然讲人有迄个欲望，迄个欲望嘛是上帝互咱真好的迄个动力，因为咱人有想要明白的欲望，所以咱就爱，咱人就用足侪方法去明白地球。但是更较明白呢，只不过是地球表面，因为上界深的所在，咱人类也无法度。了解内底，太空咱嘛是想尽办法，有可能伫即世纪到太空的旅游，有可能人去到月球顶面去旅游，有可能即个世纪有可能即太空的形成会哪普遍。所以想看觅啊，当咱若进入到人生的追求，咱就爱进入到上帝有好的关系。这个关系就是完全，这敢是邪路。所以你甲边仔的人，你甲伊看觅啊，你甲伊称咱讲邪路，所以邪路就是迄个讲耶和华邪路，就是讲主啊，我甲你的关系是要你主你我的生命啦，毋是敢若讲单单讲平安。你若是有真正的平安，就是主真正伫你的内面。第二，咱用听来提升迄个价值。传道书1章30到50节讲着人的不安甲不满，感觉野心的人生无啥物成就感。我一生着活，一生的落落，生命会中间敢若无慢，一代过去，一代过来，但是安那永远搁伫原来所在，一代过去，一代过来。这地球敢若无任何改变，但作者是叫做咱伫上帝面前来追求人生真正的意义，就是咱先来彻底检视我们自己的一生，就是咱先查家己啊，先查家己，你就发现要找到上帝才是重要。所以上帝是要互咱再次来找到咱人生的方向。耶稣有一个，譬如讲浪子回头，这故事，这譬如这老爸讲啥物？伊讲伊要甲伊的这产业，还是这拢要互伊囡仔。总是这囡仔，伊搁重新倒转来嫁
即个重新回头的价值，比互伊的产业搁较有价值。因为伊家己的产业拢家己毁类拢无啊，对无？总是啊，伊搁转来时，即个囡仔搁转来，找着伊原来的身份，比伊的老爸互伊的产业搁较有价值。咱想看觅啊，迄个价值是啥？即咱生命价值，就是咱会当得到上帝。咱讲疼人亲像家己啊，当你会疼吼，当你的爱吼，当你的疼，当你的爱比爱别人吼，当你的疼爱别人，那亲像家己的时，迄种的疼的价值升值升等，所以伫上帝的眼中，即个疼的价值超越过一点，因为你疼别人亲像家己，你毋是疼你家己。吼，你毋是甲你啊，你讲即马做者少年讲，有时候也要犒赏自己一下，啊是去找一个小确幸啊。那想看觅啊，如果你若会当用疼家己的方法疼别人，哇，这个疼的价值是上帝眼光较悬一点。当耶稣受洗迄时，安那有声音讲，这是我所疼的囝，是我所欢喜。所以咱想看觅啊，任何的代志要安怎，互伊变做有价值，就是有即个疼。所以当咱生命空起的时，咱会记得你要用啥物来互你的生命的价值搁较大一点，就是疼。疼袂互咱得到空气。如果咱若感觉真空气，咱是有仓库内底拢无物件，内底空拢无物件。所以咱是为着要得到即个疼，来互上帝拣选的人。第三，咱想看觅啊，咱要安怎来充满？要安怎来充满？刚才有一个故事，你捌听过？有一个真好嘅人，有三个囡仔，讲我赠互你10000箍。就互伊三个囝赚拢10000箍，你要用安怎的物件来充满即间仓库？大汉后生用10000箍去买规卡车的稻草，因为稻草足俗，对无？人收，这稻碎了，稻草就放伫路边，伊再规仓库的稻草要来填满一间仓库。第二个后生较巧。伊去买即个棉花，棉花真蓬松，会当充满即个仓。但是即两个搁安怎努力？一个只有一半，一个只有2/3。最后第三个囡仔安怎？伊只不过用几箍银仔去买一支蜡烛，甲买一个番仔火，是讲赖蜡火，真紧。讲老爸你来看，伊只要点一个。点一个火，把这个蜡烛点灯，规间仓库拢充满着光。哇！伊老爸讲，你用上这个开销，来达到我所要。所以巧的人知影要爱用光，对吧？所以叫做帮助咱是有智慧，会比着阮，咱是互主来创造，来到世间。最重要话开手是互咱知影讲咱是智慧，最聪明的就知影讲要用光。马太福音讲你是世上的光，咱拢是世上的光。咱嘛知影基督徒爱诚做光，第二诚做啥？诚做盐。只有盐才会当调合食物，只有光才会当照亮咱。照亮家己，照亮别人。如果若迄支蜡烛要燃烧自己，烧家己照别人。所以当咱心灵空虚，咱想看觅啊，有啥物会当填满咱的心？基督徒爱亲像即个光，照亮咱生命的每一个角落。所以诗篇127篇讲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也是我的拯救。就光赶走黑暗，
所以当咱感觉人生无意义的时，记得求主来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用爱来提升你本身的价值，以及用光来照亮，嘛会当伫平安的内面，去找到上帝完整，伫咱的心内有一个上帝的位置。这个上帝的位置会当填满咱同心来祈祷。较通的主啊，讲求你，真做阮帮助甲我，你透过说讲出智慧的话，阮知影阮伫世间，有时阮空空着无，有时阮有怨恨，有时阮的心内感觉真空虚。主啊，帮助阮，就用你的话来填满阮，就将阮人生的心内。主你的意义来坐伫阮的心内，安尼阮的心就完整，帮助阮，互阮无追求即个世间物质的欲望，互阮是追求伫灵性顶面的完整。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光，成做阮生命的亮光来帮助阮。感谢各位主，各这所有的名，阿门。咱来吟回应的诗，圣诗198首，河洛清风至大上帝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。奉献林炳明代小组指示来说明。
请坐。咱先开酒部第三页，咱先来念今仔日的经句。不可啉我所买予伊的水的，袂阁喙焦，因为我要予伊的水伫伊的内面会成做水泉，一直冲出来，一直冲出活水，予伊得到永远的活命。约翰福音4章14节，来咱读一遍就好吼。不可啉我所买予伊的水的，袂阁喙焦。因为我要予伊的水伫伊的内面会成做水泉，一直冲出活水，予伊得到永远的活命。约翰福音4章14节。咱的聚会表甲程序表，咱家己先看吼。本会消息第4页。第一点，今日林牧师去到东山教会吼，这是迄个教社主任的教化讲台。第二点，今仔日就爱餐吼，感谢壮宏甲壮良两个兄弟的准备吼，和平小组餐后的收拾。第三点，今日12点半，咱要调开9月份的定期中集会，佫一集会吼。所以中集甲马祖遮的队长、校长吼、辅导请咱来开会吼。第4点，拜三咱为着仁爱甲美乐小组来台岛。第5点，9月21，咱要为着圣经学院来奉献吼，这是奉献主日，请兄弟备万心。第6点9月21吼是已经26单吼，我想到即马大家拢除了一少年有拢记忆犹新啦吼，我即嘛去想着迄个情景吼，咱真正是爱感恩啦吼。嘛为着咱台湾的平安，咱同心来祈祷吼。第7点，咱10月19要举办野外礼拜，恁若还未报名的，紧你的小组长来报名。第8点，咱今仔日进前吼，咱甲你后一位吼，迄个轮值表甲聚会表爱交干事吼。第9点，咱读经计划进入甲仪式结束吼。第10点，安琪过来即礼拜，连续2礼拜伊会请假啦吼。即礼拜就是后礼拜搁后礼拜伊会请假。其中礼拜5，伊会请云珍下晡来代理吼，拜5下晡。礼拜规工的吼，2个礼拜会请孕期姐妹来代理吼，所以咱若准其他的时间，咱遮是无干事，吼，对拜5下晡，搁礼拜吼，有姊妹来做代理吼。关怀协会因9月24要去中环社区，这已经拢报名完毕啦吼。第2点，咱迄个10月初9吼。宣慧老师有要伫遐做协会开遐做迄个基础歌唱班啦吼，歌唱基础班吼，咱会当看遮内容吼，恁若有兴趣的会当来报名。好，搁来迄个庆生的部分，等下牧师会来做庆生。团契的部分，今仔日有上元团契聚会吼，所以爱参考上元团契有聚会。其他下无聚会的所在吼，咱着家己详细看落去吼，我着无去念吼。所以青少年今仔日原来有聚会吼，伫5楼课堂。其他下我着拢无去念吼，咱会当节省一寡时间啦吼。好，安尼集体关怀的部分，等下请牧师来带咱来祈祷吼。教会消息咱家己看。第7页。才有顶礼拜的奉献吼，而且报告做领收。恁若准有错误的，请找我本人来做更正。好，下面时间交牧师。即时来庆生，9月9日
措施吼来，咱伫名单顶面啦有出现吼，咱请起立，咱来祝生日快乐的来祝贺。咱三个来为祈祷，请听人主安恳求你，使阮伫9月份的寿星，祝你使阮帮助因。虽然天气是秋天，但是伫因的生命中间，嘛有你的景致，以及祝你的命令伫因的心上，嘛互因有份真做教会一份主，互阮欢喜。互我嘛伫祝你的听的内面来彼此祝福。祝你听9月份生日的这姊妹，互因年岁哪加添，一定祝你的听以及正人的关爱哪加添。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下面咱来介绍新的人士，咱那个林英姐甲茂松对美国回来吼，是安国家。还是英兰部落的第25年，每次的家庭有吗？大婆还有邱淑芬姐妹，感谢主。咱这位三个来集体关怀甲大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你，我要将阮下午伫即回讲即回，伊小回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主你来引传使到台湾，阮来继续第4季的教会行事咧，特别阮来献上的感谢甲爱乐，为着阮所有团体年年度的干部，上帝你特别引传，特别来稳定，愿遮的人工伊愿意侍奉，主你着加添因配力，加添因能力。加添因有四周围有侪兄弟姊妹愿意诚做伊的天使甲帮助，互遮的同工合一同心，诚做服侍的团队来见证上帝你的疼。阮嘛为着咱的阮的爱餐，祝你听阮，特别阮的教会有即种的传统，阮伫出道行端嘛看到。这位三个人者，迄种伫主你的听的内面，诚做一家人迄种的欢喜家己乐。阮所伫的，毋是遮的钱物，阮伫的是借着人者来建立起做兄弟姊妹彼此的感情，透过人者来彼此关怀甲相照问。恳求主你帮助阮的教会，有主你的听。来扶持，来帮助阮，互着阮教会9月份、10月份，侪时间有上帝你帮助，在逐工地着我，祝你听伊扶持伊，互我用行动、用参悟来支持教会时间，互我伫参悟的内面，得到祝你互阮的听，加倍听，加天的听。因为阮支持阮的同工，就是肯定因所做所努力。求主你收引传，阮每一个礼拜无相款的团体聚会，主你着互阮兄弟姊妹愿意来参与，愿意来学习，愿意来领受，无论是讲座，无论是查经，无论是教义，无论是庆生。遮侪的主题，阮伫耶稣基督的听内面，诚做教会一份子来参与、来学习，求主你收引传。特别阮伫年底有
中节，以及阮的即次阮的久乐，归为任期到任，要举行临时会员的好会，主嘛备办阮的心，互阮共同用共识来选出教会的同工，愿主你收引传，无一定艰苦白行兄姊妹，无论因伫线上无法度到现场的，也是行动不便，上帝你收介同在。即个礼拜中间，你伫阮的会中，嘛有缘伫因的厝内，因收看一报的所在，介同在。主你帮助阮，阮献上阮的祈祷，献上阮的感谢，我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明仔后生来请安。来，请咱起立，互相请安。好，咱来吟尾面的诗，圣诗397首。爸囝圣神，上帝恩典、怜悯甲平安，甲恁三甲地地。愿主耶稣基督恁爸，愿主耶稣基督恁爸上帝疼人，圣神甲咱众大家相同，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